你刀不要藏在袖子里，容易伤到手。其实，你跟朵朵姑娘写信，不用告诉我。但是你问我了，我就得说呀。是吗？我答应过你的，绝不骗你。婉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2个遇害前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他策划的牛兰杰刺杀？那天在醉仙居跟司丽丽在一起的人是谁？那人是林府的2公子林果。是。那杀他的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你知道凶手是谁？我杀了林果。谁给你的权利杀人？是小姐给的权利。知道。是不是你身边人？是。是我哥要杀你，你还手理所应当。从道理讲，你没有错。可是活在这个世上，不是只有道理就够了。那是我哥，我从小染病，没法出门，是他一次次进宫来陪我。想着法儿的哄我高兴，你明白吗？从道理上我不该恨你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明白，人总是有情感的。为什么不骗我？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？只要你说，只要你骗我的话，我就会相信。我只信你说的，再多的证据摆在我的面前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我假装看不见。你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啊？对不起。我知道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理解你。但是我不能对你动手，我欠你的。是谁动的手？告诉我一个名字。是不是你那个吴周叔？你说过，他从小陪你一起长大。是。我哥也是。如果你的吴周叔遇害，
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发疯，会复仇。我也一样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动手时，是不是你发出的命令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当时吴竹叔没在我身边，我是想要自己动手的。我人都已经出了京都了，我只是晚了一步。不在身边，那就是他自行出手。不是他，是我起了杀心。不一样。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吴竹。吴竹叔跟古河交过手，他的身手与大宗师无异。我知道。你恐怕伤不了他。我也知道，但是能不能，不代表该不该。婉儿，我不会让吴竹叔伤害你，同样，我也不希望你伤害他。我恨是吗？我知道，是对我自己。我都不敢相信，刚才你说不是你下命令让他出手时，我竟然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恨都放在吴竹一个人身上。我竟不敢恨你，所以我对我自己很失望。在那一刹那，我选择了你，背叛了我二哥。我要杀吴竹，是我跟他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就这样吧，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我二表哥，他是想切刀杀人。既然二表哥落子，就定有后手。我先回去了。如果他再来找我，我帮你打探消息。婉儿，婉儿，婉儿，你就是那个吴竹叔。快让范闲去江南，去三大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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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的，我是吴竹。你受伤了？是的，从现有条件推算，我入宫没有生路，所以由你转靠范闲。是谁在针对你？很多，整座京都都不安全。我哥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。我要杀了你。可以，理解。我伤得很重，从现有条件看，你要杀我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。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可以，理解。让范闲去江南，让范闲去江南，去三大，
快让范闲去江南，去三大房。我要杀了你，但不是现在。去江南，去三大房。为什么？范闲马上要下江南，奈何他现在内力全失，我娘还有我二表哥，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。你的命暂且搁放，因为他需要你。你确实值得信任。危机之后，你我之间不死不休。成交。当范闲不再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的命给你。没想到啊，一眨眼南下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多少年没出来过了，早该出来透透气了。说的是啊，虽然我人回到了京都，但我心里总是想着塞外的风光。听你们这么说，离开京都，好像是件很诱人的事儿。你还小，长大就知道了。哎，为这大好河山，咱们一起喝一杯如何？走。来，哎，这送别的阵仗，未免也太大了些。以咱们这关系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殿下仁爱之心，感人之极。范闲啊，殿下礼贤下士，你可不能忘了君臣有别。陈皇姑，多谢太子，也多谢几位殿下。你干什么？老师的礼，我不能收。别捣乱。哎，正好几位殿下都在，我也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诉诉苦啊。诉苦？说实话，我这个儿子做的不怎么样。几位也都知道，我在儋州长大，不久前才回了京都。虽说一直住在范府，但心里总有事儿藏着，过不去，心里发慌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出来听听。我替你做主，为什么慌呀？回来这么久了，还没进过范家祠堂，这像话吗？心里能不慌吗？临别在即，胆子也大了。父亲大人，正好几位殿下都在，也帮我做个见证。等孩儿从江南回来，怎么也该进祠堂，磕个头，上炷香。想清楚了，进了祠堂，入了族谱，你就真姓范。这话说的，我本来就姓范。差事先办完，其他的回来再说。放心，这见证啊，我替你做。多谢太子。真行，以退为进，既断后路，又换前程。二哥，这是什么话呀？真心话，佩服他，敬你。真气没了，南下要小心。真气没了，好过大势已去。别出意外，我等你回来。
拿下江南，是拿回。嘿，这觉悟。护好三弟。三殿下不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吗？父皇让他跟着你。为徒者，当为师长执鞭坠镫。父皇恩准，与老师同行。去吧。有什么难处，飞鸽传书，不行我就跑一趟。你还得坐镇禁军呢，大不了一撸到底，反正也掉不了脑袋。别老想着跑，京都也需要你这样的人。照顾好陛下。是，奴才分内的事儿。江面上风大，爹，你们也回吧。江南名家代掌三大房，人脉深远，是真正的地头蛇。此次南下，成是最好，若是不成，直接回家，大不了什么都不要。范家养得起儿子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爹，我送你下船。怎么了，爹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我又不是第一趟出远门了。啊，这个……哎呀，行了，我听他说吧。就祠堂的事儿，你是当真还是……老范啊，老范，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怎么着？我现在就给你行个叩拜大礼呗？别，受不起小范大人。哎呀，平时看你那一套看惯了，我现在见到行大礼，我也不习惯了呀。哎，你就按照你喜欢的来吧。啊，我的来。我从小姓范，将来也是。等你回家，照顾好自己。范大人，船马上就该起航了。知道。是。
记着，你送我的这片星空，它一直都在。大人，您大病初愈，先别动，带我去看看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沙洲水师守备许大人略备薄礼，敬请小范大人笑纳。这是干嘛的？这听着像送礼了呀！沙洲水师守备，你在这支应着，我去问一下大人。敬请小范大人笑纳。沙洲水师守备，许大人有礼相送，请小范大人笑纳。你是哪儿的？啊，许大人，水师守备，这是许大人的一点心意，请大人笑纳。啊，好，来人，把这个箱子拉上来。啊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慢点。水师守备，记住了啊！哎，小心！慢点啊！好，那辛苦了啊！那谢谢大人了，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，小的就告退了。慢走，来，走。沙洲知府姚大人略备一些薄礼，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，前程似锦。好，拉上来。哎，这还一个连一个，去拿个本儿，得详细的记录下来啊。好。小心啊！沙洲知府啊，姚大人。小心！哎，好，辛苦啊！那慢走，下官告辞。慢走啊！州局署李大人，国礼，孝敬小范大人。沙洲司事孙大人，孝敬小范大人。这还连成片了，兄弟，给我拿把椅子过来。你是哪儿的呀？你这箱子可是有点小啊！才到沙洲，收这么多礼啊？嘿，殿下，这说明啊，咱陛下的大庆啊，那是物华天宝啊，这人才辈出啊！原来如此。王兄啊，怎么有字不会写啊？那倒不至于。我是说，这么收礼不合适吧？大人在京都查贪腐清吏治，如今这个做派，怕是要遭人诟病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船上都是自己人，你们嘴严点，别让宫里知道。殿下，这话怎么也不该您来说吧？这是啊，你跟着大人时间短啊，但是你记住一句话。大人吩咐什么，咱们就做什么。大人从来没让人失望过，记清楚。清楚。看那边，老师，你快来看啊！这也是来送礼的。看这穿着可是不像送礼的，这倒像是拦路鸣冤的吧？有可能，大人也算钦差，
拦路告状这种的，戏文里都有。大人，要不要让拦一下？从南下我就在想，要是明家不想让我接手三大房，会怎么应对？您是说，这是明家的手？看看呗。啊，不怕啊！好，马上就到了。哈哈，来，请坐吧。一路快船接快马，屁股都快磨破了，一坐硬了就生疼。请用茶。过了。何事过了？明家这财力又是捞鸟窝，又是破衣袖，装的有点过，刻意了。哎，明王啊，一是心肠软，这二来嘛，不在意钱财。有道是啊，家财万贯，不如这粗茶一杯，心中宁静啊。瞧这虚伪劲儿，云淡风轻的，就是比京都强。还未曾问过，阁下如何称呼啊？李承泽。二殿下。别跪了，起来吧。抱病来的江南，京都不知道，不浪费时间了，直入主题。殿下请讲。范闲南下，宁家打算如何应对？吃葡萄。吃葡萄？啊？哦，吃不到，还真有趣儿。你不是明家家主吗？事情太大，得等家母定夺。那就一块儿聊呗。都听了半天了，出来吧。母亲，老身一介女流，若非殿下召见，本不该抛头露面。你才是明家家主，大事小事你自己做主就是。若无母亲教诲，孩儿内心慌张。你这孩子，你都多大了，让我这个老太婆照顾多久？母亲长命百岁，比我长远。你呀，给你缝缝。感情这云淡风轻是家传。殿下问明家如何应对范闲，其实很简单。明家常年为长公主，
也为殿下效力。殿下希望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我希望三大房留在明家手中。好，这谈妥了。殿下吩咐，明家照办。只是有一个难处啊。说说看。小范大人坚守内库，是陛下的旨意。明家一个白身，如何抗旨？哎呀，难呐，殿下。我都觉得难。三大房再值钱，也不必为他搭上身家性命，更何况大不了改投到范闲门下，在哪儿当狗不是狗啊，是吧？我是不是言辞粗俗了？殿下，明家绝无改投门庭之意，只求殿下指条明路。抗旨哪有明路啊？要有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殿下，说个意思。二位啊，明路的确是没有了，万幸我给二位断了后路。邓明恩家有3子，领取赏银。明家下发悬赏令，募集各路豪杰，报名者皆可领取赏银。家有2子，明家下发悬赏令，募集各路豪杰，报名者皆可领取赏银。年纪尚幼，领取赏银。张府今有1女1孙，领取赏银。张府之今有2女1郎领取赏银。王夫人家有1女1子，年纪尚幼，领取赏银。大爷们，咱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问您一下，咱这干嘛呢？没看见吗？在劫船呢！啊，劫船，劫船，劫船不得上来劫呀？上不来啊，太高了。哎，来几个人，给他们下个梯子。哎，对，弄个梯子下来，弄个梯子下来。抓稳了，扶着点，扶着点，小心啊！明家悬赏令要杀范闲。我听闻，明家在江南黑白通吃，这悬赏令一下，各路豪杰趋之若鹜，那画面，我真想瞧瞧。明家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悬赏令，我替你们下的。从此以后，你明家与范闲只能是你死我活。好一个断了后路！都什么时辰了？啊，过午时了。我说我这个头怎么晕晕的呢？殿下见谅，老身精力不济，每当这个时候啊，就得睡个午觉。那就休息吧。其实还有条路啊，
你二人找批高手蜂拥而至，把我杀了，拿我的人头送给范闲，这死局就算是解了。开玩笑，别当真。快休息吧。母慈子孝，这画面我看着都想哭。您歇会儿，宁家出了这个悬赏令了。是的，但凡砸船劫船的，都给赏钱。这你们这不成了水匪了吗？不是水匪，水匪不来，毕竟是官船呐，要钱总得要命，不是？不，那你们也知道这是官船，那你们就不要命了？哎呀，我们没得选啊。为什么？江北遭灾了，我们都是带着一家老小到江南来逃难的流民呐。要不是民家，我们恐怕都饿死喽。你说你们都是江北的灾民？是啊。那江北赈灾的银子已经调过去了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韦大人，我们是想回去啊，就怕在路上饿死了。那这么说，是明家救济了你们？是啊。那明家这算是行善了？是行善吧？反正我们这些流民都在明家干活，开荒、修路，没人干的活都干，白天黑夜，没日没夜的干，不给工钱，就给口饭吃。官府怎么说？官府给明家送了个大牌匾，怎么写的？行善积德。夏大当家，这灾民都上去了，咱们水寨是不是也得冲一波？水寨这会儿冲上，这些灾民就真没活路了。这都砸船了，这会儿必然死定了。哼，再看看范闲应对。大家都别急，人到了江南，就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李承泽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！这就是你要说的？家中定有人暗投李承泽，不然悬赏令是发不下去的。谁是家主？我族中生变，家主难辞其咎，我该受罚。出城是陛下的旨意，那总得有个去处吧？上次闹刺客，陛下说小范大人没有好好的赏花，再去一次，单赏一回。我能不去吗？啊？想一出是一出。那辛苦各位，帮忙抬一下吧。小范大人上车了。是。马上就来。谁马上就来？小范大人马上就来。那我是谁？啊？慢点，轻放，好，慢慢放，慢慢放。
抬小范大人上车。大人，请。请我去哪儿？什么意思啊？往后他是范闲，我是贾任。这个加上这个是温柔的，这个和这个是强烈的，这3样加起来无解。来，让一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有事儿？避避风头。不，谁这么大本事，能把您给赶到这儿来啊？范建，这年龄大了，脾气暴躁，拖算了。哎，不是，他找你做什么呀？没什么大事，范闲出城了。范闲出，你不是说范闲受伤了吗？之前范闲疗伤，小太监行刺，不过人没什么事。不，行刺这种消息也能传出宫来啊？要不范建怎么着急呢？这种消息，如果陛下讲完，不会藏不住啊。啊，这是做局呀。范闲是饵，这个饵能钓出谁来呢？范闲受伤，武大人就没出现过。所有人都说废介只会用毒，他们错了。宫内养伤，层层保护，再安全不过了。所以武大人没有出现，可有过行刺又孤身出城。武大人必然暗中保护。那么这个局是给武大人准备的。有个问题过不去，只有大宗师才有资格跟武大人交手。叶流云在江南，虎河并未南下，四不见还在东夷城。难道是宫里边那位？不对呀、宫里那位要是真动手的话，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啊。他要是重伤了，这平衡就会打破了。陛下
不会冒这个风险。把我关在这儿，是因为我追查的太紧了，离真相太近了。江南那个杀人犯不是武大人，大人偷袭我时用的兵器与武大人相似，招式也相似。他对监察院的人下手，是为了引出武大人。陛下愿意配合神庙使者，共同追捕神庙背叛者。神庙来人，江南行凶是在找武大人，难怪到京都，这人就没影了。是陛下抹去了他的踪迹。此事也尘埃落定了。陛下就这么想杀武大人吗？如果想杀，洪四强该出手啊。不对啊，陛下和你不会犯这种错误。这次布局，陛下真正想看到的是两败俱伤。所以说，什么事情瞒不了你。院长，这种局你也配合呀？你就真忍心看着武大人送死？这么些年，神庙一直在寻龙补竹，不仅仅是今天。你的意思说，不止这一次？两败俱伤不可能，最后的结局是，你要相信他。院长，我有一个事儿不明白啊，你到底站哪边啊？啊？我去南方找你，你没有出现。江南杀人的是你，我以为你会出现。为何找我？跟我回去。你来自神庙。你是冗余，不该存留于世。跟我回去。可以，我忘记了太多，或许在神庙能找回遗失的过去。要回去的还有叶青梅，她已经死了。她有儿子，那是残留的痕迹。也是不该存在的错误。找到他，带回神庙。原来你并不知道他是谁。结论突兀，前置条件模糊，有对话进行判断。我应该已经见过叶青梅的儿子。交涉结束。
你选择回神庙，冲突并无理由。守护它，是我的使命。陛下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个地方你早该来。这有一个你需要见到的人。什么人？随我来。你还是那么的年轻，可我却老了。好好看看，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画像。那个时候，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
让秦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陛下，五竹的功力远在神庙使者之上，就算属下利剑破甲，再用新功，还是被他逃脱。五竹伤重，不知所踪。依臣所见，能击败五竹的，只有大宗师。神庙使者，非肉身凡人。那又怎么样？照样得死。烧了他。是。娘。外面没人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是陛下第一次承认我是他的儿子。毕竟血浓于水。在他面前，我的每一句回答都恰如其分，有如沐之情，也带着一丝感动。哥，但这些都不是真话。叔叔，我一直在表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害怕。害怕？是害怕陛下骗你？不完全是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情感是真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在这真情实感之外，还藏着另一个他。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如果真是父子情深的话，这些话他第一次见我就可以说，但他一直冷眼旁观，看我京都遇险，看我远上北齐，看春闱，看大婚，一直看到今天。或许是悬空妙救驾，陛下感动了。所以有没有真情，还得先看我的表现，是不是他的儿子，先看有没有资格。叔叔，陛下你见的没我多，但我就问你，咱们爹会这样吗？不会。哥，
你这样说，陛下像是在权衡利弊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不知道这种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会持续到什么时候。我也不知道对他来说究竟是情感重要，还是价值重要。而这样的我，到底算是儿子，还是妻子？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这些都是错觉，是我想多了。女人的直觉不会错。我是男的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的直觉不会错。哥，若陛下真这么可怕，等你伤养好了，咱们回儋州吧。京都太累心了。若若，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动不动就想逃回儋州了。我认真考虑过了，我要下江南，但不是因为陛下的命令，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，是因为我发现我这辈子除了想要混吃等死、富贵平安之外，还真是有一些必须由我来做的事情。